你来北京，我代表中央政府祝贺你高票当选这个行政长官。今天我要以《论语》的一句和你共勉。其實佢講嘅節奏咧，仲慢過我。你命短啲都聽唔晒嘅，不過我已經係演繹得唔好㗎啦。曾子曰：“是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你为了香港的稳定繁荣，这个责任该有多重？所以是任重道遠。嗱，呢句咧係出自《論語太白篇》第8。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咁就溫總理05年見阿曾蔭權第一次做特首嘅時候，就勉勵佢嘅，好犀利啊！因為曾蔭權姓曾，所以佢用曾子曰。曾子講嘅你個老祖宗，因為曾蔭權認師兄片，譬如話佢係曾子嘅後人，佢話佢係嘛姓曾就曾子嘅後人，咁所以用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意思即係話你一定要有恢宏嘅氣度，係嘛，同埋有啲剛毅嘅呢種咁嘅性格能力，係嘛，因為任重道遠。咁我哋嗰個特首咧傻啦，我擔保佢唔識解。翻咗嚟香港梗係有人解俾佢聽啦，係嘛？咁佢醒咗咯喎，原來而家我哋啲領導人咧就唔中意講馬列嘅，係嘛？我仲背熟啲馬列主義，想去同佢困下添，係嘛？點解佢真係講《論語》喎，大佬，係嘛？咁下次咪會講孟子咯。所以嗰啲咁嘅即係佢嗰啲 spin doctor 就幫喺度度孟子啊、中庸啊，可能啊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、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，哇！教佢背一大堆呢啲嘢，咁啊好啦，咁啊下鋪見到總理咪有得對下嘴咯，係嘛？下鋪嚟咯喎！公元2007年選完特首之後，第2任梗係連任啦，又上京，又見溫總理，同樣嘅場景，一樣咁樣坐，又係咁樣。跟住溫總理又講嘢咯喎，曾先生。歡迎你又來北京，恭喜你又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。這一次，對了，2年前我用《論語》的一句和你共勉。今天我要把下半句告訴你。喂，原來2005年同佢講咗上半句嘅啫，留翻2年之後同你講下半句。嗱，冇笑，我講嘅全部都係事實嚟嘅，你可以上網 check 翻晒，係嘛？溫總理就話啦，今天我要把下半句送給你。上半句就係、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聽。下半句事隔2年之後，同一個人溫家寶對同一個對象受訓嘅對象曾蔭權講：人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樂乎？嗱，其實《論語太白篇》第8全句就係咁嘅。曾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
人以為己任，不亦眾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呢一段説話就係話我哋即係要有嗰種所謂人以為己任啊，行人道，當係自己嘅責任，呢個係任重道遠嘅，係咪？而且仲要死而後已，係嘛？